Woody 廣場非比尋常，今次就同大家講下呢一隻12寸嘅模型公仔。大家好，有一排冇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次呢，我就講講我手上拎住嘅呢一個12寸軍人模型。咁呢個12寸二戰美軍嘅狙擊手呢，係由一間叫做 DID Dragon in Dream 嘅公司喺好多年前出品嘅。佢係根據一套電影裏邊嘅一個人物而設計嘅。呢套二戰電影呢，我諗中意睇電影嘅人唔會唔知㗎啦。咁唔需要喺度多講啦。咁就係一個狙擊手嘅模型士兵。咁我第一次接觸到呢一個士兵嘅時候呢，係喺一間模型鋪裏邊見到嘅。咁當時咧喺個模型鋪裏邊咧有一個客人，咁佢就同店主個老闆講啦，話點解一個喺歐洲戰場二戰嘅美軍會着咗一條喺太平洋戰爭裏邊穿着嘅美軍嘅軍褲咧？咁我就同呢位客人朋友就解釋啦，其實呢條美軍嘅軍褲咧唔係淨係喺太平洋戰爭裏邊用嘅，其實喺歐洲咧有啲軍人都會用嘅。我之前都講過啦，其實軍人咧有好多套服裝嘅，佢哋唔係淨係得一套上戰場嘅服裝嘅啫，而最普遍佢哋用嘅咧就係平時訓練嘅我哋叫訓練服嘅軍服啦。咁而呢條褲咧就係美軍軍人用嘅訓練服嘅訓練褲。咁佢個名咧係叫做 Herringbone Twin， 簡稱 HBT。呢一隻嘅訓練服咧喺美軍裏邊咧，喺二戰裏邊咧，其實佢有嘅好多種唔同款嘅。咁有一款咧係好似我哋叫甲乸衣咁一件過嘅，咁就係俾一啲工程兵啊、維修兵啊佢哋穿着嘅。咁而兩件嘅咧，即係衫同褲嘅咧，就普通軍隊訓練都會用嘅啦。咁點解叫 Herringbone Twin 咧？其實就係指嗰個織布嘅方式嚟嘅。呢個係一個人字形嘅織布方式。咁因為佢個樣咧有少少似青魚嗰啲魚骨咁樣人字形咁樣，所以就俾咗呢個名啦。咁而呢種布料咧，其實喺太平洋戰爭裏邊嘅軍人，特別係Marine Corps， 即係美國海軍陸戰隊，佢哋嘅軍服咧都係用呢種布料嘅。咁而美國陸軍喺太平洋戰爭裏邊都係用呢一種布料，甚至佢哋就咁用呢套軍服做上戰場㗎啦。咁所以咧喺歐洲裏邊咧，嗰啲美軍咧係會有呢一套服裝嘅。咁但係因為佢唔係正常軍隊用嘅上戰場嘅軍服，咁點解會佢哋着呢條咁嘅褲咧？其實係有個原因嘅，就係因為呢套訓練服嘅軍褲裏邊有一個好特別嘅設計，就係佢喺大腿嘅兩側都有一個大袋。咁呢一個袋咧係好用嘅，特別係對於美軍 Rangers 嘅部隊 ，Rangers 係美軍嘅先頭部隊，咁佢哋係最喺先頭打，係特別激烈嘅戰場裏邊用嘅。咁佢就發覺呢一條褲咧，嗰兩個大袋咧好有用啦，可以放嘢啊，放一啲物品。因為咁樣咧，佢哋就決定着呢條褲上戰場。咁如果喺冬天咧，佢哋除咗正常嗰套正式軍褲之外咧，佢哋就着咗呢一套 HBT 嘅軍褲套咗喺上邊，就上戰場。又或者如果天氣熱嘅時候，佢哋索性唔着佢正式嗰套軍服嘅軍褲，而改穿呢一套 HBT 嘅軍褲去上戰場嘅。咁呢一套軍褲嘅兩個袋嘅設計咧，其實喺當時嘅軍隊並唔流行嘅，只係美國嘅傘兵，亦即係美國嘅空降部隊，佢嘅軍服制式裏邊有呢兩個大袋。咁又或者德國嘅空軍啦、日本嘅陸上航空兵或者海上航空兵，咁佢哋嘅軍服裏邊咧就都會有兩個呢啲嘅大袋嘅。英軍咧佢哋都有，但係英軍嘅軍服無論係陸軍又或者空降部隊，咁佢哋嘅褲裏邊咧其實只得左邊有呢一個袋嘅啫，右邊係冇嘅。咁所以當時普遍軍人咧都唔會用咁樣嘅設計嘅，包括德軍啊、意大利軍啊、法軍啊、
甚至係亞洲區嘅日本軍隊咧，都冇呢個設計嘅。不過咧，呢個設計的確好好，咁所以我哋留意到喺二戰之後，好多個國家無論中英美法蘇啊嘅軍隊咧，甚至去到今時今日嗰啲軍隊嘅軍褲裏邊咧，都有呢兩個袋嘅，因為實在太好用啦。咁佢嘅好處咧，不單止咧係俾軍隊知道或者軍方會了解，甚至後來發展到咧軍轉民用啦，即係譬如一啲警察嘅特別行動隊啊、警察嘅特別部隊啊，又或者係保安員咧，佢哋嘅制服裏邊咧都會有呢兩個袋嘅設計。如果我哋有留意下咧，行山嘅褲咧，有時你都會留意到一啲遠足行山嘅褲咧會有呢兩個袋。咁甚至咧一啲我哋叫維修人員 handyman 佢哋嘅服裝裏邊咧都有呢兩個袋嘅設計。咁甚至咧軍轉民用到咧連時裝都有。咁如果而家你去時裝店啊、服裝店啊，咁可能你仍然會揾到有一啲無論男女，甚至長褲短褲會有呢兩個袋嘅。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咁其實咧唔單止係服裝嘅，我哋日常用嘅好多嘢咧，其實可能都係軍轉民用嘅。最初設計都係俾軍人用嘅。咁甚至有一啲用品我哋而家用緊咧，可能都唔知道其實佢最初嘅設計係俾軍人用嘅，只不過因為佢太好用啦，日後就俾一啲民間嘅廠攞咗出嚟生產設計，變成平民大眾用嘅用品嘅。咁遲啲有機會就再講多啲關於呢啲軍轉民用嘅一啲嘅設計啦。咁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關於呢個12寸軍人模型嘅故仔嘅咧，咁大家亦都可以睇一睇喺 YouTube 上邊一條叫做 Francis Toy Soldier 嘅片，咁好短嘅啫，即係7-8分鐘，就係講解咗呢個近代歷史關於呢個12寸軍人模型嘅一個簡短嘅發展歷史嘅。咁呢個古仔其實就係由我去搜集資料、編寫到編導去拍出嚟嘅一個短紀錄片。咁啊，通過一個對12寸軍人模型嘅發燒友佢嘅經歷，去講解咗近代、現代我哋而家玩緊嘅12寸兵人嘅一啲歷史嘅。咁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咁下一次再見啦。